咁我今次係咩啊？最多兩個 at most。咁你又要諗清楚，即係邊啲得咧？0個女仔 OK， 1個女仔 OK， 2個女仔 OK， 因為 at most 嘛，即係3個女仔以上就唔 OK 㗎啦，係咪？嗱，我要揀6個。好啦，咁今次我反向定順住計好啲啊？其實應該順住計好啲，因為你就咁，你得3個選擇嘅啫。如果你順住，即係0個女仔、1個女仔、2個女仔，咁所以今次咧你冇需要反向計，咁我哋順住做啦。即係話咧，我依家咧15個女仔要揀0個女仔先當。嗱，如果15個女仔揀0個，即係我全部揀晒男仔㗎咯，係咪？咁即係20個男仔就揀晒6個男仔，咁咪冇女仔咯。20C6，好，跟住落嚟就揀1個女仔，咁所以咧15C1，咁但係咧因為我揀6個人，咁所以你要揀翻5個男仔，咁你先至6個人，咁就20C5。好，跟住啦就揀2個女仔15C2，咁所以你要揀翻4個男仔，咁你先至係6個人。好，咁所以乘20C4，嗱呢度已經包晒呢3個情況啦，包括0個女仔、1個女仔、2個女仔。好，咁齊㗎啦，因為今次係最多2個 ，at most 2 girls，就計到係78045。好 D。